校長、各各位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我係六 C 班嘅余卓瑞。我係六 C 班嘅鄭海晴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分享百草之王炎帝嘅歷史。我哋自稱炎黃子孫，除咗皇帝之外，傳說人物炎帝都係中華民族嘅始祖之一。炎帝係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嘅領袖，傳說佢係農耕同埋醫藥嘅發明者，被後人尊稱為神農氏同埋醫藥之神。相傳炎帝係牛頭人身，頭上有角。佢教人民耕種，發明農具，等人民可以開墾土地，種植農作物，又教人民製作陶器同埋煮食工具。不過炎帝最為人稱道嘅係發明醫藥，係中醫藥學嘅鼻祖。傳說炎帝為咗解除人民嘅疾病之苦，為佢哋尋找草藥治病，便親嘗百草，了解各種植物嘅治療作用。曾經因為咁樣令自己一日內中毒咗70次。佢發明嘅草藥提高咗人民嘅健康水平同埋壽命。炎帝救助病人、濟世為懷嘅精神受到後人敬仰，值得我哋效法同埋學習。每年中國唔同省市都會有紀念炎帝誕辰嘅典禮。當我哋身體有少少毛病嘅時候，就要睇醫生。正所謂病向淺中醫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平日都要好好保護自己嘅身體。諺語所謂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為傷。身體嘅一切都係父母所俾嘅，絕對唔可以有毫絲嘅損傷。只愛護身體，如同敬愛父母。所以我哋平日都要好好保護身體，多食營養嘅食物同埋多做運動，保持身體健康。同理仁愛中國心，精神健康齊實行。多謝大家。